今日光临寒舍，想必是已经找到我家相公啊是？当然咯，八位大嫂的命令，敢若亲像女皇帝的圣旨，我哪会敢不遵呢？若无有当兄的下落，我这身躯骨头就是铁拍，我嘛唔敢来见恁的面啊！就兄咧讲，恁太夸张了。嘿，顶日啊，互恁拍的伤，即摆还搁伫咧疼咧呢。就兄，昔日出身确实有较过分一点啊，希望祝兄你会当原谅。妾身在此向祝兄赔罪。免，皇太做了，才伫咧当回人。就兄，毋知我甲相公现在在何处？这，万请问咧吼，我要讲的以前，咱先来算一个啊笑。就兄，妾身已经向你赔罪啊，敢讲你还阁袂当宽赦阮？互恁拍，算我歹运啦。但是这个伤药仔钱，恁总袂用个无负责的呀。也阁有哦，我厝内面遐个古董字画、金丝钟、琉璃顶，互你泡破甲规厝间，恁总袂用个无赔我。也有，我到处替恁去找翁，这条番薯路费，叫我食开，敢袂较无合理啊？就兄，你就是这尼啊实在的路面，莫怪有赤练写的外好。大嫂，君子爱财，处之有道。我安尼要求，也毋是无理由的。何况大嫂，你也是一个明理的人啊。好，偌济做你讲啊。姐姐，我的孝单一张啊一张，你做你详细甲伊看，顶头写甲清清楚楚，一线也无加，一文也无减，总共拄啊1258两3钱4分2。好，我拢总赔。小妹啊，安怎去出1300两的银票来？我知影，大嫂，贪财哦，这是应该的。歹势。就兄，村的就免走了。多谢。就兄，即马你总会用去讲出我甲相公的下落咯。当兄是伫咧东丁镇华太师的府中找着。东丁镇华太师的府中，你是伫遐咧创啥物咧？当兄听祖讲啊，前偌济体面的伫咧华府做奴才。哈？做奴才？是啊，为着一个小小的查某囡仔秋香，改名换姓。卖身伫咧华府，伫咧替人送水捧茶、清尘扫地。就兄，你敢有记着伊？当然是有啊！我去华府拜访华太师的时阵，当兄伊亲捧茶来请我，捧茶迄个姿势偌赞呢！就兄，啊你哪会不该带转来？当兄伊讲改完做了善啊啦，对捧茶、扫涂骹直咧有趣味啊！大嫂啊，我看你厝内面会用个减正几个啊奴才，省淡薄仔钱。当兄伊还佫讲哦，厝内面迄爸母啊，若甲伊斗咧换无秋香一个下水。伊讲做奴才，会当逐工甲秋香见面，只要若有秋香，厝内面迄爸母就是比爸的别婆，改嫁他人，当兄拢无要紧。太空安尼，
大嫂，我实在吼，替恁足不平的啦。这兄，是讲我甲相公为着查某囡仔秋香，伫咧花府做奴才。你若安尼，伊是毋是已经如愿以偿，甲秋香伊？哎，做半年外的奴才，一无所得。当兄伊讲，伊若得袂到秋香，伊绝对唔甘心。后来我才替想办法，互花太师白白将秋香送伊做某。呀，是你办法咯？安尼做，就兄，你哪会用伊？慢慢讲，慢慢讲，你听我讲。当兄伊讲得袂到秋香，伊唔倒转啊！我若无替想办法，恁要安怎？我这是拢为着恁想的啊！恁应该爱大大甲我说多声，毋则对。就兄，你这个规矩大概敢袂讲白出来吼？一定另外报仇的咧啊！大嫂，你足聪明的，这个就互你摇着，小意思，小意思，红包300两尔。这少年侠，这嘛是君子爱财，处之有道，何况成人之美啊！大嫂，我安尼做是一举三得咯。第一，我有钱通好赚；第二，当兄会当娶到秋香；也第三咧，当兄会当转来甲八位大嫂团圆，啊，这敢毋是皆大欢喜呢？对毋对啊？相公回来，切心未出远迎，请相公多多包涵。哎呀，这久无看，这位娘囝伫当时安尼说遮多，免。多多谢相公。相公，请坐呀。这啊。相公，你终也倒转来咯吼？是啦，离开半年之久啊。虽然我人在外，也毋过我的心啊，心分两地，时时刻刻嘛是伫咧思念恁啦。相公，你不过离别，这去半年，实在是使人急死哦。是就是安尼迄一日咯，我不顾离别，实在太毋对咯。这要哪会？相公是一家之主，要哪有毋对咧吼？也是大娘，你会疼爱。这位娘囝，你着容我慢慢再向你每一个陪做吼。对啦，相公一路上一定真辛苦。小妹啊，紧烘茶啊。是。大娘啊，真是一个好贤妻啊！哪里？请相公你用茶。哎呀，竟然会遮够礼呢哈！也是大娘，你先用茶。哟，种位姊妹啊，你家己看卖咧，相公这捧茶的姿势阁真好看。哪都对啊！看这手势遮尔啊熟手，大概这半年来，甲捧袂少的茶吼。大娘啊，讲相公最近学袂少的功夫，拂尘扫地、送水捧茶、铺床贴被、行行解铃，对无？是啊。
啊，大娘啊，你这是毋是迄尾笑脸侠来甲你讲的呢？这要哪有啊？这兄伊要哪有讲啥物？伊只不过是来咱厝内算一笔仔小小利益。实在要讲是下了袂尽啦。我这半年住伫咧华府啊，是费尽心机，真无容易，才将秋香甲伊拐转来。我这个娘囝拢是安尼大贤大德啊，两必大娘，恁袂来见怪我才对吼。这要哪会会咧？我的翁婿有一手头香触玉的好功夫，这是阮大家做某囝荣幸，阮要哪会敢怪你，对无？是啊。哎呀，大娘啊，好咯好咯，一条鸡啊剥了，莫怪呢，恁过来啊，恁正口甲倒下嘛。啊，对啦，大娘啊，伊哦，我已经甲带来住伫迄个客栈伫等候。唔知这娘囝甲大娘，你有准伊入门无？什么啊？阮迄个狗妹已经来啊！种伊姐妹啊，想讲啊，你也无量早讲，阮这个大家毋着煞去领落你迄个心爱，你的心肝毋知偌尔啊疼丢丢咧。种伊姐妹啊，紧的啊，赶紧的叫一寡查某囡仔去请咱相公迄位心爱，去甲请转来啊！知啦。别！哈，你赞成我？我家己来去请就好啊。小姐，当因当初敢会出差错哈？大概敢袂啦。大娘啊，大娘，这个靠近大娘。恁办的代志办了如何？有啊，阮已经将秋阳姑娘接转来呢。美如天仙，莫怪咱相公会无少着芳茶送水之苦，伫咧华府为路半年。就是啊。结果会使将这位水解天仙姑娘的秋香姑娘，该带转来苏州，总算也是无吃亏啦。迄有影咯。那因两个吼，才讲是有影无吃亏啦。若要咱遮逐个吼，迄个足吃亏的啊喏。秋阳对见大娘，叫你家教，哟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阮相公伫咧华府这半年来，互你遮尔啊照顾，应当都爱阮甲你说多谢，毋则对。大娘。天
照规矩来拜堂。多谢大娘。秋勇无看去啊！我一个娘囝，种娘囝，安尼是要招待秋勇的，秋勇无去啊！金妹啊，秋勇我啊！看咱还是赶紧来去前厅，免得相公急死呀。哎呀，是啥物人好大胆，到客栈给我带走秋勇呢？真是要我气死，我急死！相公，大娘啊，害咯！我去到客栈，秋勇唔知啥物人偷抓去啊！相公，我看了你更加用要起笑，你看，伊是啥？伊就。我一个乡的啊！我知，一定拢是恁哦，故意咧甲我作弄的对无？啊，讲啊！是因，是我。哦，是大娘呀！大娘啊，哎呀！好啦，这位姊妹啊，赶紧来，恁赶紧斗相共，通好点灯甲彩，互相公甲九妹通好拜堂。嘛得甲相公敬一杯仔酒啊！相公，我是毋是应该爱敬你咧？唔通哦！你要敬我，我受当不起。应该敬酒是我爱敬大娘一杯啊！好咯，唔通搁再啉啊！拄好那酒醉是咧那入洞房咧。也是阮这个大娘较体贴吧。洞房是？我无急。你去就紧去，唔通互阮的九妹秋香等伤久。哎呀，无关的，等一时有啥关系？来，咱出来啉，出来食。那春宵一曲大千金，敢讲袂记无？你要去就紧去，哪着淡仔假鬼假怪？大娘啊！你唔免问我，今仔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还是紧去。拄好，若阮的秋香九妹等伤久，我是会心痛哦。既然大娘安尼讲，那安尼，小生在所有咧，先行一步，失陪吼。秋香开门，秋香开门啊！相公，你离开厝内已经半年外，今仔日倒转来，恁就应该去大娘的房间。你讲哪着？因暗是咱东风花烛啊嘛。东风花烛，伫个花府就有啊，哪有2摆？伫个花府的时，迄哪是算东风花烛咧？迄一暗连夜逃走，根本都……哎呀，秋香，因暗这是咱的东风花烛啊！若不会用的人，
大娘还阁有手艺姐姐对我遐尼好，我袂用对不起。哎，啊你唔开门，你是要叫我去倒瞓啊？秋香，好啊，你莫吵嘛，我足忝的，我嘛要来。哎，秋香，我，卖就卖嘛，无嘛还够大的。大娘开门啦！相公，你若毋是你的同房嘛，做呀，你来弄门要创啥？毋着紧去回恁的秋香。啊，我有一句话要甲你讲。有啥物代志，明仔再讲嘛，我爱困啊啦。什么代志啦？我爱困，你莫吵啦。我困去啊啦，你莫甲我吵啦。人真忝，你要困啊？我爱困啊，你莫甲我吵。等我手落袂卡，恁就有看我在要叫门，啊，莫吵就莫吵啊，稀罕呢。相公，今仔日毋是我的日子，你毋免来。我老公日子。相公，那阮是要光明正大，才会安尼偷工偷业的。相公，你也是去别位啦，那我要困啦。这坐牛大无步，坐我煞无地困。好啊，两个奴才，恁哪是咧创啥？这是大娘叫阮讲来。因为讲准备这张要互你困，啊叫阮两个转来呢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！唉，啊困就困嘛，但是家己一个都无倒通困吗？困了你看。别往这，这别个走。安尼叫做言好不欠。